子等下就应讲翻译，日记8日千口。跟你加油哦！跟你加油哦！啊，别动台。哎呀，我看地杯啊，看地杯哦，来看一下。平常静汉有做料理吗？有啊。有，来，我确认一下，真的吗？哎，有，你们做煮奶粉。哇，你喺烤面哦。啊，那，哎，你这个冻头上会包皮吗？他就是痛头而已。私人习惯哦。梁伟士服用了腾讯，他们有一个别称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哦，这个客家界治愈系师傅。哎，哦，真的耶！我们最高纪录1分钟接近70下。哦。不用口一下去了，尹真是真的为了学做菜来上节目，真假的？一拼双溪哦，莫以上其他年的节目，他自己的节目就太多了，因为还蒙共拼了。上一次我记得徐师傅也是每次都蛮多色彩耶。好快多啊，学长学弟制啊。哎，都在这里哇，没问题。你终于在公方按他刚啊，男生你会问千粉哎。讲话太客家了。哎呀，我就比起了，你会讲是学长水嘅太过了。评上映，哪有冇有一个？咁啊介，當然係講客家話。係啦，誒講好耐哦，20哦，但是等下就應講翻譯，日記8日千口。那你要加油哦！哦，加油加油哦！啊，別動態。但是唔行啊，因為一直以來就開出條件，即係用準數，咩唔會賠錢嘅。我做乜嘅開窗話愛用小解咧？因為今日兩組嘅來賓哦，佢客妹哦，哎呦特別款哦。嗰數今日比嘅係客家話，唔係比料理就錯。放樣秀款日家自主之客逆版。而家動錯嘅，即係聽咗一句。我又錯還又發現到。啊，唔過今日嘅這個清一色，全部係沒有啲咧。就直接現補到一片手了。就唔也是要嘅薪水冇拿，全部揀出來就來。我講，今本嘅兩組嘅來賓哦，厲害，我加碼喊都入口難哦。哦，今本嘅來賓有一個重點，係我正式我宣布，我選出誰來主持你的搭檔。我沒選出誰為主持你的搭檔呢？哎，我也是選你呢，我是國語。好，現在非常多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了非常多嘅阿森之師傅。阿徐師傅好，大家都歡迎到係我哋嘅青友鳳師傅。大家好，好，3號來呢非常多 Andy 來自苗栗市嘅阿婆屯15 Q 下來啊參加哦，非常多歸你阿婆老運整跳呢。放闺女，哇！哎，請各位小解一下，你有自己的開場奉獻啊？有啦，唔過啲阿婆面頭前咧，凍醬聽說係劉本亞嘅富美口凍醬，凍醬。今年就為咗富美子嗰度現場哦，所以應該有微款哦，都愛你一間。我今年按到小千子。我平常時真嘅唔願意同我阿婆向下吊打上節目，我冇可能卡少會看我節目啦。啊，對我嘅節目要求咩唔可以聽佢講，啊有阿婆出來嘅時間咪1秒就會看3度。哎呦，哎呀，報紙上面。OK，而且今日故意係形象，因為有可能係收視率最高嘅一班。點衝啊煙哦，哦煙散煙海咧哦。上了人家組哦，200萬次點閱率，已經超過7年來嘅點閱率了。是啦，喺香港兩地方嚇。妙方城記到強龍係攞一隻苗栗，記到係頭份的兄弟檔靖漢子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靖漢，我係子成。大家最近哦，受到呢啲嘅讓片讓向動盪嘅，客家人唔曉講，下都會歹勢呢。佢就從細講到大，就已經變到習慣嘅啊。看到子成嘅樣片過後，我就記聽呢，我不管用嘅都要揾佢來主持。哎呦，好的，目前冇你啱個出劇。你有聯絡製作人了呀？我係有對搶用嘅。冇，我把它撕掉了。哎，先講一下風吹啊！哦，了解呢，帶來嘛該百寶箱地都帶嘛該好料。哎呦，我同講哦，也係阿婆親手做嘅哦。乜嘅？阿婆你數1、2、3，1、2、3，牛板，係阿婆大做開始剪嘅。哇，味道是家自主。阿你這個真的干呢？做誒，這個做誒。
你后退3步哎。有些人是腰骨很暗好诶，冇見到晒。哎，真嘅，我要他3次生也做唔出來。看得出。誒，當好些仲用阿婆嘅味道啊！虽然就慢奶度黑没有板呐，但是我觉得最好学的是富美子做的。先不听讲，哎，蓝队我们直接认输好不好？因为他90岁压倒性胜利啊！大學生還有未來很多的機會嘛。我攞一下，我們富美子做出來嘅板啊，好食嗎？好食啊！好食，食起來要食到像震到伏卡一樣嘅。想個樣本幾分數嘅感覺咧嗬？係呢。哦，有喎。這2大公年都得分紅包啦哈！你講有震到伏卡嘅感覺。係啊，哎，用個胸香，有一個。對耶！你們是達成協議了是啊？我講到板呐，咱隨今日帶來咧，市場未係撈板又相關。虎嘅板。因為我哋是無按你開講去甲做啦，我做咧也係我哋從細食咧米頭豬不卡附近嘅市場，我哋都細細時間就買個虎嘅板嚟食咧。富米糕你吃的呀，五板好什麼？我說公園是咧米調米啦，冇香油。有年我加調油，有年是佢本身咧就都在。我他剛剛做的板就愛用料凍食材。哎，除了療勵志外，還有現在搞遊戲哦。馬上先來進行體育館嘅 PK 咯。向前來挑戰，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我動腦筋，還會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哇，又來到向前來挑戰了，呢一關哦，我真嘅非常嘅期待哦，因為嘅兩組嘅來賓哦，通講製作單位哦，都是3顧茅廬，繞牆嘅動已經總算搶過來咧。真嘅，係啊，等下兩組比賽嘛，嗬，啊總票加起來總成績，就代表講廚師做得先幾道好食材來變料理。睇講兩組較雄啲嘅話，調絲冇一搭錯，啊就比較做工藝就好呀。這也是一個策略，對，那是一種戰術啊。好了，現在剪豆閃，還有蹦脆先，哦，富美子先來。好，阿胖你按倒站，你想我從哪一站的？不能選國籤，其他可以選。那不在選項裡。啊，這樣啊？嘿，青菜線。唔該，冇問題。好，下擺哦，主味嘅內部熱量最高嘅係哪個 ？T 嘅係椰味 ，B 係粉腸。C 係脆管，嘿，熱量最高。你係咪講嘅油，呢度嘅油較多誒？那樣講嘛，熱量較高咩？係啊，我看地杯啊，看地杯哦，來看一下。我剛你嗰邊都斷了。椰味就會講腎臟嘛。市場啊，市場。咁然之後錯 B 係冇，好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好醜哦！好，接下就講到3隻現象吼，嘅繞哦腰子哦，就係몸槽、腎臟啊。C 氣管係乜嘅咧？其實係主要胸部嘅大動脈，就是它的血管，有按到拍管哦，有人叫白管。那另外兩種主要嘅成分都係亂拍住下刀哦。電到係緩衝係乜嘅？家下大家講몸槽就係射倉，第二度要聽盤嚟拍攝係腰，所以嘅熱量前高。恭喜風吹！最上嘅先來一個，溫雅就炒嘅，好，我們就蒜蓉醬啦哈。這樣嘅沙西米嘅時節，我揾瓦薩比最重要嘅目的係乜嘅呢 ？A 殺菌 ，B 開皮 ，C 甜蜜。敢是上影片嗎？敢啊，敢。好食嗎？好食。會換瓦薩比嗎？會啊。那目的是？送包了。建築線 C 號誒。C 甜味。真的？為什麼？剛拍嘅一種感覺啦，因為我哋阿爸做飯嘅時候沒依靠溫油。阿爸做警察咧。食韓換瓦薩比。冇油嘛，有啲冇啲東西技術好，拿到一路用它，佢可能就按嚟換。技術是個按嚟好好食咩嘅？還有米頭。所以你吃爸爸應該會提味啊。聽爸爸的答案啊，哈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。其實當到嘅觀眾朋友哦，對瓦薩比哦，為咗對誤會哦，
佢對殺菌啊，還有殺個寄生蟲啊，完全係冇埋效果啊。其實有嚟提升霉頭，還有去腥味哦，有啲嘅作用。不過，佢嘅建議大家而且商品之間要抗議，佢嘅來源還有保存嘅方式哦，一樣就唔會全部重複。厲害，嘿，厲害。用心。黃爸爸有贊助。紅隊向外獻奶體。好，阿婆，我先來一個客家後生作用。該不會太小你咁多按後生，好嘛？好啊。好，跟住就開場講客家後生。好，佢有講。客家諺語講啊，吼，經羅得福，經乜該得國。哦，點解我講乜該咧？係經羅得國，也經神得國，也係經田得國。子父方係真嘅唔錯。係無，有無，有神，有田。哦，我無誒，無誒，我吃田的有無誒啊？哦，有無誒，當有果。有果講究引進。哎呀，我有田當有是無誒啊，有無誒當有果就了，當我有當有果啦。有道理。富梅子講得這麼滿哦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就係金波得冠。真批判奏哈。你阿吉波嘅意思係乜嘅咧？就係你用心來照顧土方哦，你當然是會得到動態嘅修補啊，還有尊敬老人家記得哦，因此就咧得到動到嘅福氣。我覺得認真就係最好嘅代表。動就好，你看看，魔怪做得得金鐘獎，你不要按豆白呢。厲害。客家界得入圍最多次金鐘獎的。唔敢，你們兩個齊名啊，基本上我有算過。好啦，藍隊要選哪一個？他一樣樣正開啲。睇下哦。實作題。今日體驗做完咗之後呢，利用沙丁蝦拍攝以下限時30秒當中，大家會有一個長木瓜刨絲超過150公克，按樣就算過關的，請上道具。好，第一關呢，長木瓜已經上蔥了。平常靜海有煮料理嗎？有啊，有。來，我確認一下，真的嗎？誒有，咩是公顏色？哇，唔係泡麵哦。啊，咩，你講泡麵咧，不過其可能而家到學夠已經有都唔了了。好，30秒停停哦，30秒。冇問題。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很快，很快，小心你的手手。佢真係當強啊！想講阿娘這等咁有辦法叫練習咧。等下富梅子會讓你走浪盤哦。可以換下一個沒關係哦。慢，唔好弄到大。可以換，比較速度比較快。聲音，你客家你莫打慫啦。加油！都算咧。6、5、4、3、加油2、1，好，手停下來。先可以係阿娘背。係咯，150公克就好了哦。做得啦。有嗎？啊，超過了。超過了啦！哇，第一這個習作題哦是挑戰辛苦。最近呢，師傅準備判奏嘅哈。哎，來再來風吹。風吹要先那個。誒，你烤水腫好了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，見我有啲行，唔係。睇背到自己外門係。消水腫有一套。啊，不過那種搶吹哈，搶吹哦，也個含鉀量比較高。A 係冬筍，B 係也個無花果，C 係黃色的 kiwi 啦哈。阿婆愛同講，唔是有壓力，因為咧師傅看到你唔笑，他們剛剛不是啊，因為吐了一口氣。你也要猜題耶。因為小水準平，你也問題。我按你呢邊擺下好咧，阿婆你看好色冬筍、無花果，還有黃。用好聲來演哦。呀，好吃你不要騙他。呀，含鉀含鈣的啦，好吃的無麩。我係已經受過高等教育㗎。認真，我拿阿婆當做肚子耶。我感覺阿婆比你聰明。東南恐懼。東南恐懼。好啦，該來啦。無花果你覺得怎麼樣？好啊。好。好，看住咧兩題係嚴峻險界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我們最高紀錄1分鐘接近70下。哦，兩女士服上了騰訊，他們有一個別稱，你知道嗎？什麼？哦，這個客家界治癒系師傅。哦，真的耶！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
啊。哦，哎，我们没有上过外顺哎。我挨老大家科普一下哦，啲地肥肚到底有几多嘅嗰種鉀含量哦？用100公克來講哦，凍筍地肥肚嘅鉀含量哦，最少有600以上毫克哦。呢度係家下講嘅 B 到 C 啊，你啊兩種哦，冇到幾日版哦。要麼你會抵啊，買做筍乾咪冇講人家加幾多。所以在蔬果季的地肥肚哦，凍筍就有加別稱，就是它是最鉀的蔬菜。老鉀了，太鉀了。不每整天凍搭先啊，用本後生嘅熱款啊。來換藍隊，對，藍錘都鹹。微模糊上一樣。哦，我們提到看好，哪一種食物較有幫天？係講你包起家下佢做得較舒緩的喂。A 係馬蘭薯 ，B 係一個白菜 ，C 係蘿蔔的。你都凍後生會包氣嗎？我就是聽到嘅啫。習慣哦，沒有拿到台面上來講。一台麵包啊？按下話應該起蘿蔔咧。我贊成。為什麼？畢竟發覺你去嘅有沒有居酒屋的時候，你會設一道，就是不是，你可以設一道串燒，不是會有蘿蔔泥啊？它也有烤馬鈴薯跟烤花椰菜哦。不是，就緩解脹氣啊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。我嘅後半眼睛係做乜嘅咧？因為拍拍嘅菜頭哦，該地肥肚嘅鈣質有含有處處嘅羥補哦，做得幫體你嘅腸胃有疏通，還有它的蠕動哦。我建議大家莫上食腸道哦，因為拍拍嘅菜頭佢係讓大哦食腸道顛倒會矯枉過正，會讓大會反倒對身體唔好哦。恭喜藍錘，哇，後來居上哦。好，來風吹上嘅先哪一題？你要2張。好是洋洋，也係，我看富梅子應該不會翻臉。你有臉書嗎？啊有哦。免書哦 ，FB 你未有？當時有用啦，唔過佢有啦。係，叫我同佢傾單。係。好啦，跟住我先用用，下可以我先翻臉比翻書還快。誒，你冇眼假好冇？誒，你先用用。這就冇講法。好，用用哦。好，用用嘅比嘅。來看。到底係乜嘅咧？做得廚體用肉嘅用壽米，我用嘅廚體吼 A 係老鴨嘅乾咩皮芎下來煮 ，B 係用麵粉來搓來洗 ，C 係用鹽水煎嘅暗補。當然你把乾咩皮？乾咩皮？做乜嘅？做乜嘅係乾咩皮？乾麵筍米，乾咩皮有筍米。呢條見面大動都會加 U 團嘅，你們要不要扣 out？沒有這個選項。好，阿頭，你就投 A 號咧 A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！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。富梅子哦，真勁厲害，他的直覺是真的正確的，因為乾咩皮哦，佢本身就有天然嘅發揮油哦。你看，除臭哦，比如到海爾地肥肚係乜嘅，就係乾咩皮啊，所以佢真緊就係有效去除嘅臭味啦。水滾熱係吼，放落去3到2片啊，這樣子有效去除羊騷味，煮到3到500左右哦。韓國乾咩皮係咪有啲嘅高香味哦？恭喜！有唔講對啦，唔對哦。嘿，要得到一份哦。好了，最後一題咯，藍錘啊哈。實作題就來咧，你們2題實作題誒。等一下哦，藍錘2、3年用派出一啲代表，到限時1分鐘當中，砧板兩面嘅方式，而變3聲5下，就算過關咧，請上道具。好，等下呢道具已經來到紙成的數紅哎，冇問題啦。我們客家流量王哎。對啊，而且不應該壓力哈，太白就加來賓哦，那不應該35下甜點哦，是給你極大的尊重。我們最高紀錄1分鐘接近70下。哦，留下口一個時間還好緊張啊。我咪提醒一下哦，因為等下係熱煎熱飯，假使等下強弱係2煎，就冇算1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富梅子款等哦。好。專心哦，專心哦，好，預備備，請開始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70、171、172、173、174、175、176、177、178、179、180
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，哇！手上鼓励。太厉害了，68。哇，贵寸的希望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过关了，通过了主持人的考验。哦，这个是海选是？对，海选。那我也要参加挑战。啊，恭喜咱水挑战成功了。恭喜咱水得到一副。哇，给不你动豆写菜哦。苗栗人真的很会答题耶，只有一题没有答对而已。对啊。来看一下中篇男水有得到4分，凤水有3分，恭喜！控在写菜了。来看一下师傅，今天太多食材没有东西了。穷豆人定有帮你选，电脑还选一些配料。穷翻了，好来7样哦。这个是什么？海葱吼。啊，葱、鹹菜，還有4項。鹹豆啊，好凍豆呢哈。哎呀，不用亂記，2、3、4。你們沒有問富梅子熊的選馬改哦？你有倆倆，哦面線啊，梅乾菜。面線。面線。哦，長長瘦瘦，還有幾項？哦，3樣面啦。哎呦，那2個都。好啦，馬上來看一下師傅按樣來用切紅色材來做變化咯。師傅上菜了。哇，今日師傅呢算係懂好菜，總共得到嘅切紅色菜。7合1嗎？7合1。哇，厲害哦！因為2位師傅服用了藤修，他們有一個別稱，你知道嗎？什麼？哦，這個客家界治癒系師傅。哎，哦，真的耶！各種朋友看得到非常的香治癒系哎，我們節目只有我們2個沒有配到而已，太好。有啊，哦，凍甲哦。日程比較大。哎，你們倆差2輪呢。我是說主持。哦，好了，給你菜名。菜名按到客味面線長旺。坐定。哎，來，好來。你先本甚至讓它切離開。好。你台蔥要4強來啊！哎，台蔥嘅部分是講吼，你會攞去燙過以後攞去嚼碎。哦。佢鹹母會叫解魚頭。哦。後邊咪要燙過，而家要先燙。所以我哋下先煸香。煸。竹蟲。先煸解菜脯。哦。菜脯。啲菜脯看成芒個咩當鹹雞種嚇？你要先洗過咧。洗過水咧。你啊像切到油，啊你啊切，你啊鹹菜是切到條啊樣嘅。我唱不管係泡菜，也係講老細講，都一定要著到油。哎，錯。一定要油。所以那不能用氣炸。你講你啊係。噴油做得嗎？噴油做得用氣炸。不過我哋係我做嘅時講1層2層嘅唔同，不然撈佢煸出來。我們家是淨係用氣炸，因為用氣吼，嗰啲老祖先會紅啲咯，呢個。老祖先冇強用哦，呢個之前我用豬油。說不定他會覺得好吃，因為可以調辦某氣炸鍋啊。對啦，時代在進步啦，吼。呀，沥水。你落去嘅順時就嘛該要注意麼？是炒飯去香嘅時陣是做得能夠你紅東西能夠落去安樣。好。因為大家普者我撈大家講哦，因為尹真是真的為了學做菜來上節目。真假的？一平常時哦，莫以上其他年的節目，他自己的節目就太多了。那這樣社群幫我們宣傳這個報名。講哦。你啊，從你啊，蝦米嘅梅頭又出來咧，吼，我先炒啲梅乾菜。哦。一行。哎，不過真的吼。我們這組亞西懂厲害呀！哎，上一集的時候，哎，甚至要煮菜，結果來賓只答對2紅。可是徐師傅煮菜，大家就7紅。哎，你們還蠻公平的。上一次我記得徐師傅也是每次都蠻多色彩耶。沒辦法，學長學弟制啊。職場上面應該有的那一份引羅長輩。不是說好治癒系嗎？對，就火藥味是先出來的。我從了台蔥啊，那個切到油安樣比較快入味啦。啊，台蔥切到安有冇口感咩？我哋係做到因為時間合短，我對你快速入味的方法是安樣嘅。你漂白就做過家那個駐蔥的摘菜，可以用該面腸幫伊切，幫伊變起來就 QQ 安。好，像你我聽咗變落個係鹹菜，啊啲係台蔥，
你看到目前都会台風嘛？嘿，全部都台風，全部都台風。好，爱米酒嘛？不是豆瓣酱哈，全部下。啊，俩係袂辣的，哦，俩係辣椒醬，辣椒醬哈。用到會攞去炒過，炒半幾香。水俩水滾咧，吼，我等下來會通面線。哦，cái阿邦係處理過嘅，等下就直接冰落去吼。嘿，等下沖安尼要水落去，哇，水滾之後，冰下去。面線湯嘅結構係乜嘅咧？滾嘅時間就冰下去。哦，像俩差唔多咧，要啊，後腰都去試下。好。咁我從頭版就鹹咧。啊，面線要煮幾久誒？一下是差不多3-4分鐘，不用的時候咧。哦，釀就好誒。通吼，所以你係掃水嘛吼，我直接本機嘅梅頭下夾出來，用掃水。這點像是酸辣湯誒。你要凍從，你對啲間時間中餐係加五斤長旺。五斤長旺未係用做哦。差唔多係20蘭用。它該鹹菜，然後梅乾菜。梅乾菜下少音餅，是餅的乖。鴨血。那個酸菜頭，主要係頭版種的梅。好吃嘍！你怎麼知道我帶波？會啊。哎呀，他帶的還太小，想說7到10層要冰落去咯。都在這2碗，冇問題嘅。你中午的功法按下鋼啊，男生以為本圈粉誒。講話太客家了啦！你攞出鼻涕咯，他你會講係學人水嘅太過了。你真的都做得咖喱呢，我知道。係啊。我已經拿旁邊條前中嘅啦。拿旁邊的咖喱咧，可以做豬好咖喱。做豬好咖喱。好吃嘍！你怎麼知道我帶波？會啊。哎呀。他帶的還太小，想說7到10層要冰落去咯。係啊，好厲害！像你要面線，落去先冰下去，附帶。啊，等下你洗的時時做咧向下安尼洗。你要陶鍋我也算落去燒嗎？陶什麼？陶鍋啊！陶鍋。靠這樣人呢？陶鍋咪做咧幫佢燒啊，因為你係電磁爐做唔得燒。啊。哦，你差唔多好咧，我都先。你那個是什麼水？太白粉水啊，幫佢勾芡。等一些比較凝結一下哈。幫佢的味道比較包覆到食材上面。你要修修下啊。哦，學長學弟，這就是這樣。買些。要做個出一下。哦，來了。我準備有出菜嘅。至於只是台面上的。我哋是差唔多味道好咧嘛哦。嘿。啊，嗰是灌薄。灌薄不給。淋上去。哇哦，這好讚哦！哎呀，也叫富梅子都需要的哦。冇問題。等下要把富梅子搖大碗一點哦。搖大碗。剩下都都會幾解。用牙雜貨。開始好咧。好。客味麵線腸旺。按鈕去後 C 咯。來種上師傅按子嘅。做啲切種嘅食材哦，結合到熱土料理。誒，幾家講啲都係下下難嘅愛上。對啦，我覺得變化比較難。嗯。對，好，太難，是最困難。來，好，來。誒，皮皮咧唔會爛嘅，啲食。個皮咧凍上個球。就是麻辣鴨血的味道。個麵，麵線要煮到該辣醬嘅味道。錯。要做出來嗎？唔啊，講老實話，也係冇。講老實。也係講冇入面先係快嘛。入多一碗拍翻嚟。用翻，沒錯的。哦。都在這2碗，冇問題嘅。中午的功法按下鋼啊，男生以為本圈粉誒。講話太客家了啦！因為我做鼻涕都係你會講係學人水嘅太過了。到位。子晨，用嚟鹹辣辣。唔係講將5根腸旺嗰種嘅。錯，骨耳凍河。富梅子食肉人。去拜師都按紅色咧。所以你要看。
90人年以內哦。 80幾啊，你擺出水安尼煮。全部被帶轉去。好，種下來嘅，唔係半強強哦。對，可是他厲害嘅那個麵先用米沖嘛。哦。同樣的技術是，唔過我先配下成績，紅隊是3分，藍隊是4分。等下最杯米罐了，睇起來變起來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罐的挑戰。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，呀呢，正經我來變調一下，講正經呢，愛當小藍吹，因為佢吼，我好好表現咩唔咩？啊唔好表現咩奇怪？係啊，我先講，家下吼羅公嘢未有講到啦，見攞就會直福講吼。哎，你是隊長，你知道嗎？係啊，我這個小心照顧佢哋。忘記。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好，現在我們看呐，請問一下鳳珠，我帶來料理乜嘅名誒？魚肉小炒。肉小炒，冇食過誒。他加炒肉變做係炒肉嘅，也係廣式嘅菜。Oh my god！即係加工帶過來台灣嘅菜。啊，嗌專門啲記法，最波米罐要新鮮麼？要，加油！就嗰度看下攬住大女買嘅好料哦，菜式隨便按到乜計？父親趕來。哦最近很紅。哎，對，韓劇，韓文的，會很會懂不？真的。結合現代。IU 的粉絲哦。哎，底杯都有富瓜粿肉，豬肉。哦，其實說係英語傳統嘅呀，苦瓜粉啦，苦瓜粉啦。啊，唔過也有人可能我本身咧係冇經驗，因為係我哋屋企阿妹頭擺會幫我哋帶便當用嘅，即個做嘅。最後一道雖然對手是富梅子，但是莫秀好嗎？好，變起來喲！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兩隊最近準備好勢啊！哈，馬上來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走得快洗走了哦！來，富梅子我們要半蹲這樣過去。哎，不是。好，阿婆你先同我講，我先做乜嘅？唔切魚肉。先魚肉，這是最關鍵的哦。係啊。先托菜，先托菜嘛。有冇跟魚肉啊？即係沙巴本來用蟲嘅。哦。沒有托菜。冇啦，因為要先切魚肉，你這樣有辦法先幫佢醃一下，唔會哦，認真唔會啦。富梅子，廣西嘅菜啊，廣西菜啊，佢有乜嘅特色啊？我種嘅自家用菜添嘅。哦。你應該加工離開較早啦。咁你用啥？用顏色的呀？也係甜鹽嘅。甜鹽的呀？行路就顏色的呀？佢係啲潮牙膏，佢係牙膏嘅牌子，有一種啊嗬。啊！佢講我去佢變咗去潛，我卡頭山都好樣，佢都掉咗去潛樣。哦，結果潛就潛到嘅。咩？天造之源，都有一些鹽分啦。一種鹽分鹽到，一種牙味，流牙味嗬，牙味有鹽。推薦你啊！係，我先摸，我切幾重嘅，安尼到底冇？安尼，安尼好。哇，差2毫公分也要那個。係哦，我婆同我煮熟嘅哦，佢條白嘅條路就會煮熟嘅本太切㗎。哦。家庭主婦。唔係哦，佢喺啲遠紅地杯煮熟嘅本太假熟。哇！啊，富梅子，你家係滷嘅魚肉啊，要表乜嘅？條油田啊。哦，我邊度照。照。貴官你有冇菜館啊嘛？唔是點解下張標？好，先幫你滷一下肉哦，切一下菜。挑油。先俾滷一下鹽，喺公司照顧一下後生年。好，等下我倒出來哈。好。哇，又香啊！解乜嘅東西？也係我爸自家做嘅辣醬。辣醬。我落地杯，啊打下拿來煨咪做的。cái地杯有乜嘅東西？蒜頭啊，辣椒誒，一係黃芥，黃米飯，秘密食譜啊咧，看佢用啥嘅架勢？哎，你真的20歲按唔會弄啊？叫做對煮菜有興趣的事。你本身係學乜嘅東西啊？本身啊，專業。專業係長幾樣嘢。
哎，俺这样不样嘅。哎，你已经完胜他了。所以你要用煮嘢嘛？唔係，打先用剪呢，啊，將來用個有個節奏，剪到兩面變色了以後，加水下去，像水煎包咁嘅，接落去啊？對，牛我接落去，哎，說真的，你們兩個可以當 YouTuber 客家的，而且完全沒有，絕對會訂閱，為市場寡占性，獨一無二。真的，而且你們倆講話太有味道。你喺旁邊咧加雞加埋雞粉，偏一也係，太白粉，偏啲粉啊，偏啲粉啊，偏啲粉。誒，家下冇問我正漢你學乜嘅？你做乜嘅跳舞？跳嘢係真推橋啊，推哦，那頭擺做正一軍人。啊，職業軍人。而家好厲害哦，冇人比佢試到行卡太腿柴。也是嗰種17噸的太婆茶。哦，哇，太厲害了！哎，那個執照超難考哎。係啦，確實有啲困難。而且要體力動好哎。我們等下過多轉來好唔好？好啊。哎，關心下阿婆啊。好啊，啲冇問題。冇問題啊。冇問題。冇問題。哎，阿婆。哎呀，好好嘅哦。讓唔係就有就好。就高誒。用泡嘅，用剪嘅。用就有。就有咩必要？用油。富美子。芹菜。芹菜俺都先炒。哦。冇俺是不係湯鍋，俺都唔是炒。因為切細啲哦。切一片一片，或者切一細一細。你也係真你們辣嘅，我說其實也係不用醬嘅，係啊也係真正不用米嘅。哇！哎，認真的做得咖喱呢，我知道。係啊。我會聽阿婆面條成功嘅。阿婆做咖喱呢？可以做豬好咖喱。做豬好咖喱。我根本你講嘢時候誒。No。生意哦。真係客家人嚟，即係哪一要？嚟上10 kg。見農家要下鄉。啊，要嘅誒。我恭喜財富梅子，尹真哦，是你心頭一塊肉哈，很驕傲，懂大情哈。你看呀，呢哈，哎呀，你要菜色，對，也不會煮試一下，好試一下。唔計挑油都呀。該挑油係秘密武器係冇？係哦，韓國我用兩種無香嘅挑油，也係阿婆搞嘅。呢種牌子冇用。好，歡迎。你要用款燈哦，認真就感覺到幾動就好。你比經驗會敬重這樣改改哦，一喊當搶專業嘅髮妝師做挑那麼嘅服裝師傅，都富梅子量身打造，感覺是富梅子入圍哦。真嘅。係哦。今日咧，化妝時間匹配做嘅係阿婆。3點鐘做阿婆，啊8點鐘做雞。係啊。主觀啊，他還是要聊料理。誒，幾行要聊。冇咧。好。雖然拉是差唔多好嘅呢。簡單必須嘅哈。哦，好，過咗攞啲 cam 過去啊。唔是唔怕。好。唔怕。這樣子，還有過也是簡單必須。好，讓你皮點去。後面。哦，你要會鹹啊？哇，阿婆你的轉身動家呢？華麗轉身呢？哈。你沒有謊報年紀吧？哈。啊。你幾多歲26年制。 26歲。係啊，26歲。對呀。係啊。還年輕啊。還年輕。嫩的。可以插個話嗎？不好意思大家。 OK。要不會踢拍嘛？誒，你做對。好，切睇嚟哦。那你看一下佢哋喺上面咩都用誒。好，靠嗰邊。誒，冇做睇住。好，冇按到水啊。哇，這是煮漢堡排嗎？來。客式漢堡。客式漢堡，嘿。哎，怎麼跟六水啊？客堡。大流水嘅話，你用，比如講有一些像用整呢，一般剪的方式。 啊，那把速度會較強，啊，你前面有些剪過嘅話，其實會含有在剪跟在香味是吧？哎，他很懂。哎，佢講啲喺擺做青葉嘅捲煙，怎麼個對你做出來嘅事情哦，不像是真的，只是跟媽媽請教一下而已。因為講要顧好頭擺，挨到補推嘅時間，挨嗰個單位咧較細，人較少。比如講咧，挨一世挨負責動作無多業務，包括你講嘅煮菜，哦，火防兵啊。我覺得你們兩兄弟感覺就很熱心助。掛是掛通勤，但是乜嘢挨全部都會做。哦。那你哋啊，爸爸媽媽很驕傲啊，你哋嘅合啊，咁多暗號。安樣嚟講？你有講？有關的啦，關的。啊，記得咩知道講，你冇乜解啊？
你豆腐卡紧紧都全场共哈。係啊，我冇接觸過你。我就做過一句話罰1000嘛。講好咯啦，冇就講客家話，做得。講過你做唔得。聽爸爸嘅片就不講，媽媽嘅片全部講好咯。不說人好弄咩？按樣做點等啊。做一下，來預備起。你俾我講啥，我讓人家講。哇塞！我們現在要設的第一次風吹料理，也係定情之物。你用在公媽真的太超齡了。開講老師唔相信哦，觀眾朋友兩下目睭炸起來，你請進去咯。我們今天年齡層是差不多的。媽媽嘅片全部講好咯。不說人好弄咩？按樣做點等啊。做一下，來預備起。你俾我講啥，我讓人家講。哇塞，好強！又是諗水嘅開口哦。而且加這種 Q 哦，對 ，essence。謝謝時間啊，迄亂阿爸嘅片講過年啊，講好咯，有嘛？叫佢講牙糖唔食。叫佢調試講牙糖唔食。你們應該要做客家模範家庭。趕快生一個哈，示範家庭。兩張醫生可能會跳架個。那就靜漢咯哈。你做得，網友對象啊。你要見到嘛趕時間咯。呀，基本上做藝術等到呀水嘅部分做到差唔多會走。哎，倒數了。天朝馬上來倒3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杯米罐那部卡米西卡站對不咯？來，本期給個掌聲！各位，我們現在要設的第一次風吹料理，也是定情之物。來，請大家用謹慎的心、神聖的心來品嘗風吹那個鴨心臟。那小炒魚，好來，也係廣式嘅小炒。尹真，你是不想再吃魚？冇，其實係有變化嘅，一開始都壓下嘅版本一模一樣，然後好輕用型咯，係啊，一已經係第15.0了啦。好好吃哦，那蒜苗凍香，嚟到你們看一下後生人嘅感想，適合你哋嘅口味嗎？哦，好食，做得真是好食。因為呀按呢小炒嘅意思都當關呢，我呢種出來有嘛，完全冇咁樣嘅感覺，冇食過按呢味道，真是太辛苦哈。你用在公媽真的太超齡。開講老師唔相信哦，觀眾朋友兩下目睭炸起來，你請進去咯。我們今天年齡層是差不多的。稍等下來，大家來去看一下父親剛來了。有用的是教大家一下。有特別吃法。呀，唔係講不管啦，反正有呀醬料有嘛，辣醬，直接換，唔係做得攞去擺到苦瓜輪肉同樣夾起來。哦，它這個蛋漿苦瓜放入辣椒醬味當好食嘅，唔會辣，富妹子唔會辣。唔會苦誒。濃香。共式菜哦，你都要按後上哦，它的肉抓着這個味道入啦哦。而且精細就練到誒呀，我都有訓練到，有滷到啊，有磨練到的，有磨練到的。好。啊，你用啥吃到誒？又慢又走出爸爸媽媽傳本意到嘅口味嗎？記得傳本來嘅口味，我哋自家可能用滷啦，也係講內味嘅，整個看沒改良。厲害，嗰係咱傳統嘅變腔下，變到係兩啥自家嘅味道。哦，他們15.0，你們16.0了嘛？對，差不多。好了，等一下到底師傅用乜嘢時候呢？稍稍的看了。平常了講真嘅呢哦，兩水呢都煮到當好食，我全部都吃到當開盤。唔過呢，頭前鐵罐來講嘅話，南水老風水哦係4分比3分，水杯米罐都帶成績會用班呢，師傅風水搶本分數，滿分，歡天喜地，無可挑剔啊，好成交。係啊，我看富妹子嘅目珠都被滴出來咧。總算唔是
过这沙巴鱼啊，不想爱在地做了。哎，转移总算做啲水木咧。都有一养老公咧，呀，偷偷我水母嘅。哎呀，田公你讲唔是真嘅，真嘅。我大家咪有本後生已經鼓勵下，你看一下咱水得到幾多分？為什麼？你講下。那麼本那個風推兩篇文書呢，吼，伊個食材要處理到當好啦，像那個蒜苗，伊個又唔會燙熟，還唔會燙傷，啊，就脆脆的水分當多，按用當好食。其實我第擺洗到了就按用冇用那個口感啦，伊個香味啊，因為有時間不給煸出來，咪食到當好食。啊，南推兩片呢，較大眾嘅地方係其實用芥末做的，啊唔過時間嘅關係啦，就較鬆一絲絲的，食到佢底度嘅那個苦瓜那層膜啊，可能會修比較再深一點點，好讓其他嘅梅頭啊較泡一啲絲咧，啊跟梅頭較會抗黏一樣用，咁樣。有啲用研究好些咧腐梅誒，食到腐哦，人生就唔會安腐。我記得你是不吃苦的。因為我人生太苦。啊，放過你講看。好，咁啊，本間紅對紅豆粉嘅是，就上乜事嚟講，佢解虱目魚嘅煎到凍哦。像我一般一家煎個虱目魚嘅時就叫佢爛，會脆聽哦。伊個梅頭咪挑到凍肚吼，有辣辣咧哈哈凍好食吼。啊，兩片整緊凍打上一下，你了解用香好嘅時，應該脆，脆本佢解苦瓜嘅汁味啊流出來做湯。水母的湯汁勾芡，還是又熟的，又熟的又沒有見到的啲嘢加勾芡沒有，是正常的問題，兩邊都做得動哦。是嗎？好啦，這個結局皆大歡喜啦，1分險勝，1分險勝。好，馬松，你就來頒獎嘞！哇，這集呢真係挺歡喜嘅啊！吼，大家做在看到，沒有另人，唔單唱客家話講了吼，又會煮菜，又講又演的，客家又藏書，長壽嗎？對啊，好啦，先壓成績嘅出來，風吹呢總共得到9分，南吹得到8分，先來恭喜風吹第1名。認真家已經答應啦，如果解嘅人都會後，加埋廿號啦。你條錢哈，大家下來恭喜咱水哦，今天我哋得到嘅禮物哦，很適合他們傳世斷打禍氣神鐵鍋，來。這感覺是什麼？咁厲害，恭喜！好啦，而家見乜嘢呢？你阿婆啊，唔來真見，你收視率做得表都廣東，我全部靠你呢。真的哦。係啊。俺自細太家捧場。唔做老太太分享一下，你要拜參加行動嗎？哦，要拜當挑，嚟到呀吼，入去所在太家吼，按熱心，啊真人心情，當滿足，當那個120分，唔係100分。手車太家吼，大家工作人員也都嗰日天台，按知識。好，阿元真要拜參加行動，老太太講一下。哦，其實動快樂啦，你嗌咗喺邊度？咁咪叫出來。冇啦，你講動快樂嘅時候就哭出來。太累了。是年過30的吧？有吧？應該是啊。唔過同阿婆上節目啊，之後最擔就嘅係做得有肥熱啦。嗰個嘅節目就出嚟啦。好，撒下來哦！我相信觀眾朋友看到你啊，吼，很唔相信，你哋都係20出頭嘅後生人。因為心地咧，嚇算係客家界地位吼最瘋嘅男團就係2、3咧。第一都上電視啊，緊張咩歡喜啦，顏色彩咩冇想過，嗰時候拍嘅樣片就想講，可能就天天那樣呢，咩可能咩冇乜解，但是所以搞某方面你看掉得到我真的是受不了。所以阿勇看到你一片嘅後生哦，他會啱轉來，他會學起來，會有不意想不到的收穫。真是。哎呀，許夢怡，看這些，靜漢咧。藝術我講今日有按難得嘅機會來到一片，也按這些兩隻老師嘅指頭，重點係講人生嘅個經歷啊，有。加一隻無窮樣嘅片段啊嚟啦。昨天調工一起加嘅建議，讓所有嘅觀眾朋友講吼，就是鼓勵他們學客家話。應用辦講。其實敢講，敢講，一聽你就做得講得起啦。
哎，讲出来大家就会知道讲系七家年呐，所以客家年站出来，去蒙大家哦，去蒙凉沙。当中哦，也就按样来哈。不过呢，欢迎睇时间呢，看下来到你节目当中打到是。嘿，真紧哦，你也是高校吼，苗栗人哦，真紧厉害厉害。欢迎所有的朋友，台湾各地的朋友，客家嘅乡亲，向下来报名参加比赛哦。那我讲一下，一家之主，下礼拜再见。好，一家之主，下礼拜再见。